那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通过主的话过一遍来学习吼。咱伫顶礼拜呢，咱有来分第一段阶段，就是专备的门徒建造。咱是通过以弗所书的4章11、19、16节，伫迄个所在，咱来看见保罗伊安尼真正周至用心来讲起一间教会应该有遐门徒的装备。门徒的各方面的积分的交备，通互一间教会来健康成长。咱今日我所讲呢，就是咱犹原阁复习到第11节甲12节。遮咧讲到遮五重的执事，就是五重的服侍、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养甲教导的。然后讲为着要什么？为着要装备上帝的子民来侍奉伊。意思是通过这个无共款温数摘掉上帝所差遣、上帝所分配的，而且有特别讲伊所赐的，什么意思呢？不是人家己去拣的，人家己去争取的，是上帝亲自赐的。主赐的这个无共款温数摘掉、无共款功能的服侍者，就是要为着要造就起造上帝的百姓，然后讲要来建立基督的体。然后16节才咧讲到这个身体，因为各项的机体拢真功能真发挥所以呢，伊就会互身体大起来用疼来建立咱注意看下面这句用疼来建立，因为保罗咧讲话毋是凊彩讲想到就讲，伊是有伊根据的，伊有迄个脉络有迄个逻辑伫咧。因为呢，这个各功能起造的一个基督的体。是伫疼的中间来建立的，所以咱今仔日搁另外学习到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要直接来分享这个信息，然后来学习咱的这个经节内面所对咱讲的。咱煞接顶主日专备的门徒建造内面的第2阶段。但是我是要讲。咱看见保罗有讲起着教会有这款的温数的人，有这款无共款装备的人，有这款这个材料，有这款温数在服侍主这是一间教会健康的现象。也毋过今仔日咱台湾的教会煞有一点无讲遐尼完全照保罗所讲的发挥这叫做教会一个成长的矛盾就对啦这可能有历史的一个渊源，也是讲咱台湾教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咱若是讲台湾的教会呢，有甚物款的环境？第一，就是咱外在所处的环境咱所处的环境呢是异邦的文化。咱只东方规个亚洲拢是异邦的文化，因为因甲基督教的传统真无相像。特别呢，咱亚洲亚洲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所在，亚洲是一个神话故事非常多的所在，亚洲是一个多民族的所在所以毋但是异邦文化，佫是一个他宗教的环境。换一句来讲，当咱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伫台湾的所在的时阵，进前无人捌耶稣所以较早的人拢甲因讲这是西洋教番仔教邪教是安那？伊就感觉讲这毋是阮的所以呢，未情的无管你好歹就对啦，先甲你拜帖，好像这毋是阮兜的，甲阮无共款的。这某一个程度是文化的差异，嘛会使讲是一种种族的歧视啦。咱若看见讲伫美国迄个种族歧视的这个情形足厉害，是人拢有感觉讲，往家己咧想的，别人拢对咱改成是咧侵犯咱的，所以咱尽量咧拜帖。较毋免讲民族咧，较早咱台湾甚至连姓一个姓甲一个姓都咧相拼咧，较早一庄甲一庄咧相拼咧，所以免讲河洛人甲客家人较早咱长线过台湾的时阵，大家咧争斗所以人家己这款的软弱，当然是为着要保护家己啦。但是保护过头是惊吓对方的攻击，就会产生败贴。台湾那是信仰上。是面对着他宗教、异邦文化的冲击，所以咱是用这个做咱的基础咱是伫这个所在要定根呢，要建造呢，要互伊大长呢，
啊，那安尼，教会上重要的任务是甚物呢？是着爱伫即个异邦的环境来得到更较侪人物主耶稣的人，敢毋是？就是人物主领受主的救恩，得到灵魂，互上帝国人扩张起来。当然，有的人会批评讲啊，恁所有的人拢信耶稣嘛，无一定较好。哦，足侪人用菲律宾咧做例就对啦，因为菲律宾互西班牙来殖民，大部分7%-8%拢是天主教徒。但因后计成无讲特别倒一边较好势，用即个方式啊，伫遐咧批判。事实是，毋是基督的教示无好，是人的软弱。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咱免怎互人对真理来捌主，然后产生生命甲信仰的改变。啊，这是咱对耶稣的时代到即阵拢有的一个任务，因为咱知影这是耶稣基督所交代的使命啦。所以，既然若是异邦文化，是表示咱基督徒是少数。第二，咱既然若是照保罗所苦难的一个任务，是讲你都爱去传福音，拯救侪侪灵魂。那安尼一间教会内面的人，就应该安怎做？咱应该就去思考讲，上帝伫咱台湾这个所在，互教会的兄弟姊妹，你所应该有的任务就对啦。所以呢，咱信徒都爱亲像保罗所讲的。大家肢体拢发挥功用，一个人的身躯正常吼，都无一定会拍赢。佮何况讲手无力，啊骹软只，啊各方面拢安尼无流力，无精济，安尼要哪去？连家己要保护家己都无法度啊！哪有可能讲会通去拯救灵魂呢？为着耶稣基督征战呢？所以请会记得，若是伫即个异邦文化，咱负着传福音的使命。第一，咱信徒各肢体发挥功用，迄个性质应该是咱亲像一个作战的部队啦。这个部队是真有效率，真有这个这个叫做训练啊，真团结啊，非常的整齐，亲像作战的部队，人人拢会当上战场的，毋是伫遐咧食营饭的，会当发挥功用的。基督的战士就是爱接受操练。真做问道，人人有具备作战的能力。意思是，咱是处理一个需要属灵征战的地区啦。咱必须爱一直对这要灭神的人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亲像作战的军队，也袂使，譬如亲像咱这个比赛的球队，亲像咱这边亚洲的运动会，咱台湾。表现得真好，大家足学乐的吼，感觉鼓励讲哇，咱即马少年台湾的少年一辈吼，真正毋是温室的花朵呢吼，嘛毋是靠霸主呢，真正因吼营养好、健康好、环境好，所以呢因训练出来的选手吼，即马拢比落毋是咧比讲亚洲第一呢，比世界第一，互咱感觉心内足有成就感。这球队也经过足侪训练啦。咱看见讲，即边伫迄个花莲有一队迄个专门咧个力飞灵船的团队，吼，因为着要拼冠军呢，因甲头路工课拢辞掉呢，专心练习就对。因为伫中国、伫印尼真侪亚洲的国家，因已经将飞灵船吼当作是一个职业队，就是专门咧做这个工课。才伫花莲的这个选手，大部分拢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因训练较好，迄体格吼，迄健肌吧拢足水，逐日都伫遐练习，所以这边就本来冠军。因就是会当上场有战力，会当赢。所以咱知影讲，若是球员也是选手，就是你要接受训练嘛，你参加集训嘛，所以你看是安那教练伊的权力遐大，你无好就随落来，这个迄阵表现了无稳定，就随换人，因为。教练咧看见这个整体战力，会当互伊充分发挥。当你的技术顺适，你的球艺顺适，你才当得到胜利啦。但咱就是要通过这个来比较保罗伊对以弗所教会，咱拄来看的第一段经文，保罗是安怎甲以弗所教会讲这事。咱就看讲因当时的背景，到咱今仔日的背景，其实有真侪类似的所在。因为以弗所当时伫
迄个时代的亚细亚也是一个异邦的教会，意思就是所有这百姓拢唔是原来犹太教徒，也是基督徒，拢是外邦人。啊，所以保罗就是用迄个伊所看见会当真正为主征战传福音的一个智慧来教示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保罗才讲，恁吼唔是伫内底吼营营无代志咧，逐个人拢爱各具体来发挥功用，才会当有效来传播福音。咱拄仔读的圣经一个足明确，啊，嘛是足简单的咧。讲咱规个是一个身躯，这个身躯是耶稣基督。啊，你我大家是迄个身躯内底百体中间的一体。咱连今日来讲吼，咱知影讲咱这个身躯有足多的筋节，有足多的迄个骨骼吼，有足多的迄个器官，逐项健康的身体，就是逐项拢充分发挥出来，啊，拢是保持上介好的这个功能。啊，他现在咱会讲这个，是咱对宣教书到今仔日已经150年久。咱的教会经过这150年的历史的中间，有时阵咱传福音足强的，会晓对外来见证耶稣基督。有的时阵呢，咱好像就外口的环境无好，咱煞求入来伫咱教会内部，大家感觉讲啊，咱都有教会有咧礼拜，啊有咧吟诗学老，吼啊有咧关心，安尼就好啊。啊，煞变做讲有点啊去学习亲像当时欧洲的教会的形体就对啦吼。这个欧洲的教会的形体呢，是啥物？因为欧洲的教会伫2000年来，经过迄个演变了，拢是已经是基督教社会的款式啦。意思是吼，你行出去吼，无有一个毋是基督徒，对吧？你有伫教会是基督徒，出去的，你的所有的街仔路咧行的人，拢嘛是基督徒。所以呢，伫欧洲真侪教会，因慢慢形成什么呢？因为大家拢信耶稣哈，所以大家唔免团啊，敢毋是吼？唔免去外口团，所以因就专心来研究圣经、研究真理、研究神学。哦，德国的迄个神学家吼，研究的上帝论啊、教会论啊，研究咧到底，迄册是一本比一本较大本的。因有迄款的成就，迄实在是互咱感觉讲会脱节着对，一个人的功夫着对。但是毕竟因所咧研究对圣经内真理真好，毋过因为因都无需要搁对外传福音嘛，因所有的民族拢信耶稣啊。啊，这毋是讲因完全拢安尼啦，是讲迄个形态产生什么？因就注重内部教会信徒的关心、信徒的栽培造就，还是讲对信仰的研究。但是伊无迄个传福音的动力。直到宗教改革了啊，天主教先发动一个宣教的一种的这个动力。咱知影迄个利玛窦吼，伫中国明朝时代就来中国传福音嘛。所以欧洲因毋是无传福音，但是因知影讲吼，阮的本国都拢信耶稣啊，所以我要倒去，我就爱争做一个足特殊的人物，我才有法度人踏离开我的本国。当时是坐船坐几啊个月，也是行路行足久，才有通到宣教队来传福音。迄个时代欧洲的教会的形态是即种的。然后150年前，事实是300几年前，荷兰人就来到咱台湾传福音啊。啊，你看这款人会当遐尼千里迢迢来到咱台湾，也是咱顶日咧讲到信从长老伊的查某囝嫁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伫300几年前慢慢伫台湾北部建立教会呢。啊，这个拢是因当时宣教师的脚迹，咱想起来感觉讲啊，实在是足无简单。也毋过因是对外族、外文化传福音。今仔咱台湾教会所面临着，犹阁是亲像初代教会的款啦。意思是咱现在也无亲像欧洲讲全台湾拢信耶稣，所以咱还阁需要对在地人传福音。因为当时欧洲安尼，所以因只需要牧养就好，毋免传福音，甲真理讲互清楚。因为教会内外，大家拢是基督徒啊，啊，这是当时欧洲的状况啦哈。所以因为这种人脉呢，所以台湾的教会所较偏向伫欧洲，也是欧美遐基督教社会。
有一段时间，包括我咧牧会的过程中间，拢有一站，大家感觉讲，伊来是对外传福音，改成迄个困难度真悬，所以大家感觉讲牧者吼是变教区化，像外国的教区共款，一区一区，啊，一个牧师派伫遐专门咧顾遐羊群安尼，啊，所以这份煞变做是咧看守教会尔定，无迄个野外的气力，讲来。咱来组织运动，咱来栽培兄弟去传福音。有啦，是有的是通过婚姻的关系，有时通过家族、囝儿逝世来长大的关系来加添教会人业。哇，若有一个啊，对外邦来信耶稣，咱就欢喜甲讲，哇，这是足无简单的吼。迄足是安尼万中选一迄种感觉。啊，所以那既然是安尼，运动毋免做秀啊，都来礼拜。啊，照起共吟诗学乐，啊有奉献吼，安尼就好啊。所以咱比做后来无法当发挥各肢体该人的运动。台语这个传统的圣经吼，伊讲该人的运动，该人就是讲，伊自然就会振动啦。你想要食物件，手就摕啦，毋免阁想啦。啊，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啊，咱这点煞较实啦，毋是讲无，但是咱比例上加减足多。而且呢。咱较早会当讲一个理由，咱知影对战后这个时代，有真侪咱的前辈，因迄个时代无机会通受教育，有的拢是做实的，甚至咱早前像阮阿嬷迄个时代，毋捌字的足多啦，所以拢有一个理由讲，哎，这我毋捌啦，读圣经我袂晓的，然后啊祈祷无落来啦，啊喙袂晓的啦，逐项拢有理由，因为感觉讲都无实在背，啊，所以也因为安尼就拒绝接受操练。若毋是拒绝，嘛是惊毋敢，啊，所以变做教会，所以变做少数的精英，而且同工伫遐咧照顾整个的教会。但是呢，今仔日伫咱时代演变，台湾的教会信徒普遍拢是中高等教育以上，会使讲资质、能力。拢超过以往。较早讲啊，牧师啊，我都圣经读无啦吼，啊，所以我无读是自然。你今仔日你讲牧师，我圣经读无，这足无理由咧，吼。咱今日小朋友本的圣经吼，迄个伊的现代中文译本，伊所定的目标就是要互国中甲高中的人读有。啊，咱遮真少人国中、高中无读的啊。啊，你表示讲？咱的心态的改变，咱逐个人已经受装备啊。较早吼，我会记咧庄卡的时阵吼，我伫囡仔时代，我迄阵的传道甲牧师吼，爱18般的语言呢，吼，文的武的拢爱会晓的，吼，上讲台，啊，佫走去弹琴，啊，佫来呢，哎，啊，佫会晓插花，啊，佫会晓做事，逐项拢会晓的，包括扫地关门拢爱会晓。啊，然后呢，迄阵。阮的庄卡吼，有一站足侪掠鱼人爱出国去讨海。迄阵远洋渔船开始咧发展，所有的渔民，伊的家属拢毋捌字啊，所以传道甲牧师各一个责任。牧师啊，替我写一张批，要写阮先生，因为哦，伫远洋的，伫南太平洋咧掠鱼，啊，要写一张批，啊，你替我写，啊，我念互你写安尼。啊，咱知影讲迄个时代，会友较软正，毋是讲伊信心无啦，是各方面的才能较袂当发挥，这是有影。但是迄阵的会友足顺服啊，因为牧师逐项拢会，所以伊讲伊听啊，啊，所以有伊的专长甲能力伫咧。毋过今仔日台湾的社会已经无共款，台湾的即个教育水准是全世界知名的呢。逐个人袂使阁用即个理由讲啊，牧师这我袂晓，这我毋知，这我无法度。那安尼是你无去听到保罗讲的，讲爱逐肢体该然的运动，这毋是咱家己发明的，是保罗亲自对咱勉励。所以观念爱改变，时时追求成长，追求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人物，这是这个经节所写。讲咱大家拢爱追求对上帝的囝儿，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共款的信仰，有明白。啊！你要追求，敢若听牧师伫礼拜日讲道，安尼30-40分钟无够。你爱接受查经的操练，你爱接受文道的培育，你爱有系统
圣经到底对第一本到尾仔本是咧记啥货？有的教会拢发动全教会1年，还是2年，还是3年读一遍圣经。迄目的就是要互你知影讲，你家己爱受起做起来，你家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是大汉啊，唔通阁留伫婴仔、囡仔即个阶段。所以保罗伊伫圣经中间，几啊摆拢讲着讲，唔通阁做婴仔，唔通阁做食零的啦。你爱家己会晓款，会晓食。我咧看见吼，咱有诶阿公阿嬷看到孙吼，迄偌关心偌疼惜。我伫高雄一个阿公阿嬷头一遍吼，伊诶囡仔生孙啦。我毋知是几个月，就搁收烂呢？收烂就是要办一个仪式呢。是讲我的囡仔收烂，意思讲袂晓黑白流烂，慢慢会当啉一寡流质，啊，一寡软性的物件，就是要让伊大汉啊。若恁囝吼，恁孙吼，一直伫咧流烂，你就烦恼啊！你敢知？但是奇怪，咱是教会内底煞无咧想讲，我已经信主几年啊，搁咧未收烂，这嘛奇怪咧。所以，咱毋是咧讲牧师吼，一直要逼我，一直要逼我，是你家己有迄个自觉讲，我应该都安尼啊，我毋通听道理，伫遐白涂骹白啊，我都家己会晓主动啊，家己会晓努力进步啊。所以若是安尼讲。今日教会，我相信你袂反对，就是安怎呢？就是正确观念，信徒来到教会，你毋是消费者。消费者什么意思？是咱去百货公司，人个小姐甲咱服务够好。我要买一个化妆品，伊甲你介绍较好势个，你就坐伫遐，钱银出来就好啊。毋是啦，教会毋是伫遮干那要享受服务尔，是咧真做生产者。你本身无论是你信主一当几个月，也是已经久长的信徒，你都要真做甲这间教会同进退，甲这间教会咧起做要生产更较多。生产的意思就是教会的门徒愈多，教会的温事的兄弟姊妹受兴起，教会的这个灵魂得救的人数哪加添？安尼这毋才是生产者。若无咱家像欧洲。看你遐尼侪优秀的百姓，咱知影讲欧洲才对文艺复兴、对迄个宗教改革，搁后来的工业革命吼，迄拢是这基督徒经过几啊百冬的自救操练，才有即款的成果。所以到今仔日，虽然咱无讲敢若欧洲文化较上好，毋过你袂当反对讲因为基督教文化所产生起来对世界贡献。咱今仔日伫台湾这个社会。咱若是要得到这个基督教文化所得来的滋养，而且咱要把这个上帝所予咱迄个上宝贵的福音，你要传互隔壁的人。所以你毋通讲牧师啊，我袂晓的，这我毋知，我就干那好好来礼拜就好啊，剩的无我的代志。这去上帝遐袂交代志啦。耶稣基督无安尼甲咱讲啦，讲你个招万百姓来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咱逐个人就是讲，我一个初信，我就是知影讲，我毋是干那用伫遮坐，我是要受装备去传福音，为着主来得着人。所以上简单就是讲，咱要讲起着初代教会，台湾的教会爱转去学习初代教会因安怎做，这是咱一个上正统学习的办法。所以是为何咱的教会一直在推动讲，咱爱小组化。你莫想讲，这小组化即卖的人都无代志咧变代志新发明一寡新名词，绝对毋是这个意思。小组化的意思，事实就是咧组织运动。小组化的意思，就是要互各集体该人的运动，拢会当大来发挥。因为安尼才会当分工合作，才会当合伫以佛所教诲讲各集体发挥功用。就是咱台语所讲的信徒该人的运动的宗旨。我讲毋像欧洲，这个牧师都负责来牧养、关心这些兄弟姊妹，老的甲伊探访、关心，破病艰苦退祈祷，兄弟姊妹大家做伙练足好的诗歌来唱诗学到上帝。伫内面大家安尼和和乐乐，这毋是歹，毋过这毋是伊的结果啦，这毋是伊的目的啦。
这是为着要造就这个人，然后为着要领受主的差派做福福音的工作。啊，因为小组伊上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讲，大家人拢会受到启造。有的人讲一个简单的例，啊，你听就随清楚。小组的意思就是把一间大间教会分做10个、20个、100个小间教会。这个小间教会内面，伊的功能甲这间大间教会的功能拢要差不多，但是呢，有100个小牧师伫迄个所在咧照顾。啊，你想100个小牧师，敢会输一个大间教会牧师吗？因为大家人拢受启造啊，大家人拢受兴起啊，啊，然后互教会通过小组来造就信徒，教会通过小组来引带人信耶稣，教会通过小组会当长大成熟。4章13节讲，最后咱将上帝的囝有一致，将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咱会长大成熟，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因为你会成熟嘛，你会往耶稣基督所起目标来追求嘛，你才会当安尼。咱知影讲啊，是足侪年前，咱的教会有做咧读一本，即个加州的马鞍峰教会华里克牧师的即个资本标杆。啊，伊迄牧会理念中间一句吼，印象上深刻。伊讲吼，咱教会以往的观念爱改变，改变什么？伊讲甲指挥权兴互牧者。伊讲牧者应该是一个伫迄个咱讲运筹帷幄，啊，讲亲像一个教练，啊，是像一个指挥官，啊，伫指挥作战。啊，所以指挥权毋是在伫会友的身上。啊，安怎呢？甲牧养权还互兴互信徒。啊，这观念甲咱想的拢完全无共，对无？咱想讲，牧养羊群的牧师的责任，哪会咧叫我？咱会记顶礼拜咱有讲起吼，讲伫教会中间有牧师有教师，伊咧讲的意思，毋是即个有名分有积分受按立的即个牧师积分，是迄个牧养的形态，牧养信徒、牧养会友的迄个积分是伫咱的信徒的领袖的内面。当然啦。对这个观念是毋是大家拢完全认同？但是伊讲的理由，就是咧讲信徒会友拢受兴起做门徒，然后你通照顾伫你属下10个还是20个这个小组员，因为人少，你的关系就深，你大家人拢认捌。耶稣讲吼，迄个牧者认捌每一只羊，伊的意思毋是咧讲假讲凊彩。你讲一间教会500-600个人，几千人，牧者呢讲，敢若用牧师迄个名的身份讲，即个也是牧者，伊要捌1000人，迄是困难的事。但是一个小组长捌10个、20个，迄是简单而且方便，而且佫有效果。啊，所以全世界大家人、大家教会拢在推动。小组毋是种流行啦，是等于初代教会伊的功能。啊，这是华里克牧师吼，啊，伫美国呢，伊的教会伫顶日一个新闻写讲吼，伫伊的马鞍峰教会已经第5万个，互伊洗礼。你知影讲一间教会，迄个观念若正确，信徒就会增加，灵魂就会增加。好啊，所以这个华里克牧师呢，嘛是。进前这1-2位总统吼，会等于伊的顾问的牧师就对啦吼。那第四，所以教会的牧者，就是咱讲有这个积分的牧师、主任牧师也好，啊，咱的教育牧师也好，还是青年牧师也好，应该是需要是一个教练型的牧者。伊是爱专心来推动什么？推动教会成做亲像军队咧操练的营房共款。教会是互伊大家改善的运动起来。大家骹手、大家肢体、大家器官拢会功能，啊，这个牧师也积分才做了对。然后教会成做选手的训练场，因为大家人拢要出战，大家拢要参加比赛，所以会记得教会唔通成做安养中心啦，教会嘛唔通做休闲俱乐部，唔是这个无好，这个是咱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啦，听。因为真正内面嘛有软弱的人。因需要伫内底得到安慰甲照顾，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快乐，
自执，有的是临者，这拢是一个真好的功能。但是你把这个真好的功能当作是全部，安尼就是咱讲的本末倒置啦。最后，咱要三个分享的是保罗伊对哥林多教会，咱拄则读的第二段经文，伊讲的甲第一所教会讲的有大同小异的所在。伊讲，亲像身躯是一个，毋过有真侪机体。身躯虽然有真侪机体，毋过身躯只有一个。伊讲的话较像两边相讲吼，讲身躯一个，有真侪机体，真侪机体，但是讲身躯一个，就是讲你这两个袂当分开的就对啦。但是安那，基督嘛是安尼。基督的教会，你就知影讲，伊是一个身体。若要大到全世界所有信耶稣的人，拢是一间教会。但是伊的机体，大家机体是毋是有发挥功能，那是要紧。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面的这个机体论，甲以弗所4章16节所讲的各机体发挥功用改善的运动，有同款真美好的对应。以弗所4章16节，伊所讲的。咱拄则有讲有，逐机体拢该然的运动。但哥林多教会的温度的这份，保罗讲了有较幼啦吼，有搁较分较幼。但是有分的阶层呢吼，讲第一个阶层是使徒、先知、教师；第二个阶层讲有惊神者的，然后搁讲有医病文书的，然后搁有帮助人的、管理事务的、讲逐项灵语的。这兄弟姊妹中间各方面的文书拢交备。但是伊有一个处事的，伊有一个伦理的，伊有一个顶下管理的部分。那保罗讲的重点是啥物？无共款的积分是做伙咧同工的，无伫前后，无伫台顶台骹，伫背后拢是一份的同工。然后是起造教会袂当欠缺的要素。重点是啥物？犹原是讲各机体拢发挥功用，教会才会当长大。但是，咱注意啊，看经传吼，迄尾啊有一句话有一个线索这就是我感觉有点感觉讲较不足的所在，是安怎呢？咱即马吼咧做礼拜吼，拢敢若看音波若定，牧师讲的吼，有啥物所在参考？你无现圣经，有时会感觉讲欠缺疏忽去啦。所以我真鼓励讲兄弟姊妹，咱毋是敢若方便有即个导演互你学习吼，互你看较清楚。事实咱家己有一本家己的圣经，就像这国小的3年的囡仔，你家己先讲，牧师讲这吼，有啥物所在对照，先起来参考啊。所以毋茫讲咱家己犹原有家己的圣经伫遐咧学习，因为这段经文吼，伊分当时的分章甲节的中间有一个真趣味的线索。因为保罗伫迄个机体论的后壁面有一个更较悬、更悬阶的教导。什么悬阶的教导？咱注意来看吼，12章咱拄啊读到尾啊节对无？伊讲。恁着热切羡慕遐个更较重要的文书，意思是拄则遐做使徒、做先知、做教师，遮侪文书拢真好哦。毋过恁更较羡慕一个更较重要的，因为更较重要的吼，写伫后一章啦。咱若无拍伫念无，你嘛毋知讲后一章咧讲啥物。事实后一章就是咱出名的经文。伊讲，当我甲恁指示一条上好的路。拄则遐文书拢足重要、基本的，但是还佫有一个更较重要的文书，只是条上好的路。安怎呢？保罗呢，伊宣示重要文书，有健康的身体、教会以外，所有积分拢当时追求甲具备的。但是讲我要报恁一条路，所有这无论偌年熬吼，拢无达到这项啦，就是咱煞接哥林多前书13章，叫做什么？爱的真谛，爱的真谛，听才是所有文书的上高峰、上悬的境界。你逐项材料拢有，这个听若无耶稣基督的听这拢假啦。因为保罗真清楚讲这经节，你也注意看，伊安怎讲呢？讲我若会晓讲人的言语，甚至天才的言语，若无人来，我就亲像罗得弹，拔得响。哎呀，你口才是上好的，辩论是第一名的，你甚至要讲天才话，但是根本都无听。保罗讲这就无啥，无路用啦，罗得弹啦，拔得响。第二，伊佫讲，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表示讲，牧师伫台顶
真好讲哦。啊，你伫小组内底嘛真好讲哦，讲会了解逐款奥妙、奥秘，甲逐款的知识。讲我有教育的信心，人移山倒海。若无真爱，我就无路用。哇，这互咱感觉讲好好，真啊保罗甲咱打脸就对啦。你问讲哦，我这文字足好，我足够的，吼，逐项拢会咧。伊讲你若无真爱吼，遐拢是无路用。因为保罗伊甲耶稣基督的疼，提到上悬的所在。佮第三句，讲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对我拢无利益。这三节讲的意思是，伫教会吼上优秀的拢讲出来啊，也有钱、有力、有才能、有各方面的恩赐，拢有啊。但是若欠过疼，无用这个疼加做这个动力，无用这个疼加做你的基础，伊讲这一切拢无利益。然后伫哥林多前书的13章40、80，就是咱定定咧背迄个爱的真谛。仁爱是够宽容慈悲，一直读落去。然后伫这段的尾啊，13节才讲，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保罗用这个文字做起头来讲，用这个五重的职分来做宣告，来对教会起做提醒、造就、呼吁，然后讲这一切拢应该做，毋过若欠仁爱，这拢是假的。意思讲，咱才会受造就起来，要成做上帝同工的门徒使徒，请会记得，恁爱持守着耶稣基督的疼。啊，这咱就知影讲，重要是啥物？咱伫这个周年庆的时阵，咱咧鼓励会友讲，是毋是咱大家做伙往这个目标，建造咱的富强教会，成做一个爱往重重的教会。爱往重重的意思就是，咱对每一个会友，伊心内的欠缺、软弱甲需要，咱拢有一个真好的组织，有无共款阶层的这个服侍同工去关心着。因知影讲，我伫遮是无孤单的，我伫遮是受关心的。但是咱阁袂使讲，我著像咧服务啊，我都在享受服务啊，去消费啊，是呢？伊家己受鼓励，伊家己受造就，伊家己受关心，换伊也来关心别人。迄就是一个互动嘛，一个互相啊，所以建立听的梦，这个五重执事也是基体论，拢是建造教会这个外显的功能。啊，外在拢有这个装备啊，这个信徒，这个干部。但是保罗讲上高的境界，就是每一个职分拢爱有基督的疼。你若无用基督的疼做出发，检查你是咧偏颇家己，你检查是咧得到某一种的利益、身份、荣耀，也是你家己的一种的家己的标榜安尼那样，完全是用耶稣基督的疼做上悬的动力。所以这也是为何兄弟姊妹，咱对顶礼拜开始，咱正式推动这个这个可能这个资料无入去安尼可能这个资料是旧的款，你可能有下载落来，我拄要搁补落去。咱实质是要讲，咱的幸福小组推动，兄弟姊妹，咱顶届拢定来介绍过幸福小组的目的是啥物？幸福小组的目的就是为着要甲耶稣基督的疼。或者会受邀请的 best， 这无导游，去感受到原来疼是安尼哦，疼是看会到的，疼是经验会到的。耶稣基督的疼是咱亲自对这个咱这幸福小组的同工会当得到的。这才是咱这个幸福小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快乐的来源。虽然这图片咱拢会当伫网络看到，就是咱的幸福小组，因有用足侪真水的遐图片，伫邀请这个无导游，邀请这个无导游。咱也问讲，咱大家三个学习，咱有现在有11组，
因拢陆续开始咧操练啊，吼，昨昏嘛，骨力组咧练习，讲要安怎伫迄个场合的内底，互迄个真水的气氛，互遮的兄弟姊妹遮的朋友会通学习到，吼，安就报起来吼。这有足侪吼，咱搁下一这是咱的流程就对啦吼。对顶礼拜开始，一直到12月初2结束，咱有一个流程，咱需要兄弟姊妹来鼓励。咱讲集体改善的运动，就是遮个人伫头前咧作战，后壁面有一阵足好的后援部队在替因祈祷，在替因守望，吼。这是咱的时间表，这是咱有几啊队啦吼。下一可能袂好势。下一吼是咱的国组吼，伊款制作的足水的邀请卡，搁下面吼，这是咱这个保罗牧区因制作的吼，这真水的一个邀请卡，搁下面吼。最后呢，这张是咱月底啦吼，咱月底要举办一个张茂松牧师的培灵会。咱遮的所有的这个安排，拢是为着。要请一位资深的退休的牧者来甲咱组织，讲基督徒要安怎建立一间下伫上帝心意的教会。咱这个教会对保罗先生所交代，一直咱家己所学习的。最后咱一个歹势下一页，咱最后结论是讲，基督徒永恒的追求的，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讲你着去普地的传福音，然后。咱通过幸福小组要引带人信主，然后要进入到倒位，就是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听。咱来用听来听上帝，听来听人。这就是一个上水教会兄弟姊妹受起造，进入到一个圣会内底，一个真完整温度的操练的模式。愿主将这款的福气甲恩典赐伫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认同，大家相配合。大家接受造就。